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比較 sensitive 啲，但係喺呢個時代越嚟越多人討論嘅話題，就係不婚不育嘅快樂。我哋今日好開心可以揾到 Dr. Charles 同我哋一齊分享，佢平時對社會學同心理學都有好深嘅研究。Dr. Charles 其實而家身邊真係多咗好多朋友選擇唔結婚或者唔生小朋友，大家追求嘅快樂好似同以前嗰代好唔同。你點睇呢種轉變啊？Cathy， 多謝你帶出呢個咁有趣嘅話題。係啊，其實我哋觀察到呢幾年成個社會嘅 paradigm shift 係好明顯嘅。根據明報之前一份關於香港生育意願嘅報導，香港嘅生育率已經跌到去全球最低嘅水平之一。呢種現象背後唔單止係經濟壓力，更多係一種價值觀嘅重塑。喺心理學角度睇，以前我哋會覺得成家立室係一個人成熟嘅標誌，係一種 social requirement。但係現代人開始追求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當一個人唔再被社會時鐘 social clock 捆綁嘅時候，佢可以將精神、時間同埋資源全部投放喺自己嘅心靈成長、事業或者興趣上面。呢種快樂係源自於自主權 autonomy， 即係我可以完全掌控自己嘅人生軌跡，而唔係為咗滿足社會嘅 expectation。好多人會問，咁樣係咪自私呢？其實我反而覺得呢種係一種負責任嘅表現，因為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咩，而唔係盲目跟隨。呢種對於生活嘅覺醒其實係好具啟發性嘅，因為佢代表住我哋終於有勇氣去定義自己嘅幸福。真係啊，我好認同你講嗰種自主權。作為一個比較敏感、追求心靈契合嘅人，我覺得如果只係因為壓力而行入一段婚姻或者生小朋友，對雙方甚至係下一代都未必係一件好事。不過社會上面仲係有好多聲浪，會覺得唔生仔老咗會好寂寞，或者人生唔完整。Dr. Charles， 你覺得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啲外界嘅標籤呢？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其實外界嘅聲音好多時係源於佢哋對未知嘅恐懼。BBC 咧曾經有一篇深度專訪探討過 child free 主動選擇不生育嘅社群，入邊提到好多研究顯示咧，有小朋友同冇小朋友嘅人喺長期嘅人生滿足感上其實冇顯著嘅統計學差異。重點唔係你有冇生小朋友，而係你有冇建立到一個支持自己嘅社交網絡 support network。好多選擇不婚不育嘅朋友，佢哋會建立選擇嘅家庭 chosen family， 透過志同道合嘅朋友社群連結，同樣可以獲得極大嘅情緒支撐。所以當面對標籤嘅時候，最重要係釐清呢啲標籤係邊個俾你嘅，係你自己定係嗰啲根本唔了解你生活嘅人。我哋要學識 embrace 自己嘅選擇。快樂係一種主觀感受。如果你覺得一個人旅行、鑽研學問或者同伴侶過二人世界係最令你 comfort 嘅狀態，咁呢種快樂就係真實存在嘅。唔好忘記，人生嘅完整係由你自己去定義，而唔係由你嘅指示去定義。每個人嘅生命都有佢獨特嘅節奏，有人中意交響樂，有人中意獨奏，只要嗰段旋律係動聽嘅，就已經好足夠。係啊，聽你講完之後，我覺得成個人 relax 咗好多。真係唔同嘅旋律都有佢哋美妙之處。咁但係 Dr. Charles， 你覺得一個人選擇不婚不育之後，點樣可以確保自己嘅生活可以持續咁獲得快樂，而唔係只係短暫嘅自由感呢？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自由如果冇咗方向，好容易會變成空虛。要維持長久嘅快樂，關鍵在於貢獻感同意義感。唔生小朋友唔代表你對社會對未來冇 contribution。你可以將嗰份愛心同創造力轉移到其他領域。例如有啲人會透過做義工、寫書或者發展藝術事業嚟留低佢哋嘅 legacy。心理學家愛利克艾瑞克森 Erik Erikson 講過傳承感 generativity， 佢指嘅唔單止係生仔，而係點樣去滋養下一代或者創造有價值嘅事物。如果你選擇咗一條少人行嘅路，你更加需要去探索我嘅 passion 喺邊度，我點樣可以令呢個世界因為我而變得好少少。當你揾到一個比自己更大嘅目標時，嗰種快樂會變得好深層、好紮實，同埋一定要 keep 住學習，不斷咁 expand 你嘅世界觀。呢種精神上嘅充實，比起單純物質上或者生理上嘅繁衍，更能帶嚟長久嘅 peace of mind。所以重點唔係拒絕婚姻生育，而係你選擇咗一份點樣嘅使命感去充實你嘅自由。真係獲益良多。係啊，最緊要係揾到自己嘅使命感，唔好浪費咗呢份得來不易嘅自由。聽完 Dr. Charles 嘅分享，我覺得無論大家嘅選擇係點，最緊要係對自己誠實。最後 Dr. Charles 可唔可以俾2到3個反思問題，等我哋嘅聽眾可以喺呢個話題上再諗深一層？當然可以啦。
大家不妨試下問自己呢3個問題。第一，如果我而家身處一個完全冇社交壓力、冇人會評論我嘅荒島，我仲會唔會想結婚或者生小朋友？第二，我對於完整人生嘅定義係咪受咗大眾傳媒或者原生家庭嘅影響？我自己真正嘅 core values 係乜嘢？第三，如果我選擇唔生育，我打算點樣運用我多出嚟嘅時間同心力去創造一份屬於我、令我驕傲嘅 legacy？ 大家可以慢慢諗下，唔使急住有答案嘅。多謝 Dr. Charles， 呢幾個問題真係好值得大家靜落嚟好好諗下。多謝你今日咁溫暖又充滿智慧嘅分享。如果大家中意呢集內容，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下集茶找智慧，再見。再見。